已经等好全球观光的景气是强滚，也毋过欠工嘛是个真严重哦，航班嘛还未完全开放，所以旅游的成本是继续在升悬。明年过年去北海道的团5天就要将近9万块，可随行拢抢了，是真抢市。在疫情过了后，跨国旅游景点真侪国人拢安排出国去耍，尤其是底停线的日本上受欢迎。旅游业者已经开始卖明年春节的旅游团，像东京耍5天，包括好运高久的景点，团费7万外，怎么就要卖完啦？另外一间业者是开出春节北海道5天团，计销是88888。过年暗甲正月初一的团，怎么已经卖完啦？要迟就要等后补。春节会在台湾呢，比较不想出国，因为出国是太贵了。飞上海的话，之前大概是来回6、7千。现在大概要到1万5，对，大概要翻倍。旅游业者分析，2024年春节有7天，假期无算长，民众安排底停航线旅游的较多，像日本甲东南亚拢正热门。即马出国旅游团已经恢复到疫情进前的7成左右，不过因为航班无够，各国观光业者人力阁欠，也个厝价起价等原因，团费起价情形正明显，甚至也个5天的北海道花到12万。说明年春节的票价，事实上在北线或者是东南亚涨幅真的蛮高的。一个是供需问题嘛，那第二个就是因为可能航班数还没有增加到，就是这个量能还没有到达。观光产业缺工问题相当的严峻，那在这个情况之下，服务成本呢也不断的升高。估计到2024年年中，全球航班量才会恢复到疫情进前的水准。乒乓协会也提醒旅客，尤其在长程航线部分，因为航班无够，机位有限，除了计销起价，定然是抢无。若是要安排在旺季时阵出国去耍，至少要提早半年先规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